来，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起立，来互相问候一下，打个招呼，问安一下，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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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弟兄姐妹也平安。确信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也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
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切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齐聚一堂，在祷告会的时刻来见证你的荣耀，也彰显你的荣耀。感谢主，主啊，我们的一生真的是在你手中，让我们时刻刻都能够体会、感悟到主，你与我同行，与我同在，因为你必在我们前面行，我们不必惊惶，也不用害怕，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会将今天的祷告会的所有的讯息、所有的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主来看顾，也来带领，也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谢谢主，还想感谢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请坐。喂，牧师、长子同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是华山区的区长处瑜。那个第4季开始，祷告会调整为让各区区长来分享那个各区的现况跟形态，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透过区长的分享，然后让我们不同区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横向的连结，然后横向的知道各区的状况。那我觉得互相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承载在同一条船上，这条船叫福音的船，叫做迦南教会的船，所以我们要彼此知道。你们觉得认同吗？对，所以我非常肯定这样子一个调整哦。最起码我知道台一区上个礼拜是初老服侍，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看到文成长老、那个苏清长老，还有这个分辖长老，还有康杰，我都会肃然起敬。没有这样的分享，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哈，很 OK。那所以大家跟我有认同，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其实讲分享有点不好意思，浅谈好不好？聊一聊啦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点线面来看牧养，从点线面来看牧养哈。那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小组都当成一个点，那我们这个点，如果我们把这个点哈每一个点，那我说我们教会的小组点多不多？因为我们有很多什么？我们有很多小组，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小组串联起来，就会成为一条线。然后在这个线的基础上面呢，我们加了一些节庆，特别节庆或特别的活动、特别的设计，我们做一些更粘着的凝聚的时候，这条线就会成为比较坚固的线。然后这条坚固的线，在教会的事工的引导下推展开来，就会成为一个什么？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很粗浅的点线面，从点线面看牧区。那我们华山区有5个小组哈，我们在 PPT 上可以看到有和平小组、赞美小组、复兴、上清、节制5个小组。那这个小组的年龄层落在
你知道有多大吗？从出生6个月一直到80几岁，所以我们华山区是什么区？是混龄的区哦，哈，是一个混龄的区。好，秋玉姐在我们的小组是。我们最小的真的是6个月，然后你最年长的80几岁，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跨越一个很多世代的一个区哈。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混龄的区没有不好哦。虽然我们是混龄的区，但是我们有5个小组，5个小组都是它有它的特色哈。那每一个小组，我刚刚有讲到，每一个小组如同一个点，当彼此连结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坚固的线，那这条线在教会的事工引导下展开出来，就会成为一个什么生命的面。我们要在这个面上共同建立教会。那首先我要来先介绍我们的和平小组哈，我要5个小组，我分别要来稍微介绍一下。和平小组是在主日礼拜后，华语主日礼拜后12点半聚会。那我们就跟随着周报的讨论题目，就跟随牧师的讲章，然后周报的题目我们就来分享。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和平小组有4位同工在带领小组哦，哈，每一次的都有1位同工在带领，从祷告，从分享，然后再到总结，就是一个同工一条龙的在做。然后我们就延续教会的敬拜的这个灵修的对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和平小组的这个照片，继续按 OK 好，这就是我们这2年和平小组聚会的一些状况哈，那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在202的教室，有没有？我们今天有几个和平小组也有一起参与在我们的当中哦，哈，很好。然后这是对我们在打扫。好，再来我要分享的是赞美第2个就是赞美小组。我们说我们华山区有5个点嘛，第2个点就是赞美小组。赞美小组是每周2早上9点半聚会。那我们聚会的这个形式大概有3个，会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们有破冰，我们会有一个凝聚破冰。第2个阶段我们有诗歌敬拜，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讨论分享。那因为我们的人数落在15到22个人，所以我们在分组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讨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分小组。所以呢，我们会分到2个小支组到3个小支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赞美小组聚会要配置多少个同工，你们知道吗？4到5个人，一个要带领破冰，一个要带领诗歌敬拜，2到3个要带领分组讨论。所以呢，赞美小组它有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服事表，我们的小组长就会排一个服事表，大约有10个人在这个服事表里面轮流要配置这些服事哈。那我们来看10月初我们赞美小组的一个礼拜的一个状态。好，来，我要请那个一凡麻烦，这是一个稍微大声一点，这是一个敬拜的状况，我们在33号。可以再大声一点吗？不要跟这个世界妥协，不要对人冷漠，不要对真理漠视不管，不要对神的话语当作不知。再来，下一张。好，这一次聚会呢，我们人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分成3个小组，3个小组。所以分3个小组，就是要3个主理的人哈。好，这是赞美小组。好，接着是复兴小组哈。复兴小组的聚会时间是每周5的晚上7点半，所以这个小组是上班族哈，是社会青年，所以这个时间就等于是他们下班后就直接怎样
赶过来。所以我们这个复兴小组就营造了一个很轻松，可以敞开、很坦诚的，可以在这个小组里面很可以做自己。他们都说这个小组真好，门槛很低，我们可以做自己。我们今天很累，我们不想说话 ，OK 吗？当然 OK 啊，他们上班族累不累？当然很累啊，对不对哈？那我们最近呢，这个小组在这2年有慢慢有几位小组员有身份转变，就成为新手爸妈。所以新手爸妈是不是精神很紧绷？很紧绷哦，下班后继续努力拼斗哦，所以他们很愿意把他们的 baby 带到这个小组来。为什么？他们说这个小组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喘息，然后年轻人很喜欢讲说这个时间叫做耍废时间，他们可不可以在这边耍废？可以呀，好不容易我们在33号这礼拜堂，他们把孩子带过来，可以在地上爬，可以在地上走，多好！会不会跌伤？不会，所以我们容许他们在这边耍废，也让他们一个喘息的空间哈。那这个小组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们会抓住很多的机会来创造凝聚，就是他们会抓住时间，抓住活动，很会设计活动，然后呢，就在这个透过这样的活动来让小组员凝聚共鸣。凝聚共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凝聚共鸣，它会发出力量来。他们曾经有办过什么？他们曾经办过这个羽球，他们会打羽毛球，他们会去打保龄球，然后他们会办生日趴、性别趴，甚至于有小组员办新的立储礼拜，那不是礼拜，立储修周、立储吃喝啦哈。好啊，那也会有收研趴，他们也会外宿，也会露营。我们看他们的几张照片。这个就是这个不知道小孩子怎样了哈，都很厉害的哦。这个性别趴是不是？知道女生高兴到爆，你们知道吗？然后这是去外面了啦哈，这边，然后他们干嘛？去打羽毛球，好爱哦！就在这个打羽毛球的过程里面，就串出一个姻缘来了。这在干嘛？打保龄球。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活动在进行他们的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大家彼此没那么熟，但是透过这些活动，他们变得非常的熟悉，很喜欢在一起。好，第四再来一个是上亲小组。上亲小组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亲子小组。我们的这些孩子大概年龄落在小学生，但有一些到国中，但都大部分是小学哈。那我觉得上亲小组的这些父母亲真的太棒了，他们很看重小孩子的信仰教育。每个礼拜天，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儿童牧区，就是我们早期说的主日学。他们看重孩子的信仰教育。你们有没有想过，小孩子从早礼拜天一早就把他带到教会，一直带到几点？你们知道吗？牧师娘带到几点？2点半，长不长？阿公阿嬷，你要就拖延和你顾，我告诉你，浸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直跟组员讲，浸泡久了会变色，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上亲小组的这些爸爸妈妈，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这些孩子的那个第一个那个信仰的教练哦。那我们在这个7楼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彼此分享他们的信仰生活，彼此分享他们的教养。那这个小组很棒的是，他们的连结关系不只是在小组，他们会延伸到生活。那我们的小组长很厉害，很愿意提供很多的讯息，然后把大家结合起来，一起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他们的这个就是上亲小组在今年的教会打扫，爸爸妈妈一定跟着孩子一起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陪伴是很重要的。你看爸爸就这样子擦地，你说小孩子不会跟随吗？他们知道教会是属于大家的，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打扫活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示范哈。所以我非常的喜欢上亲小组的父母亲哦哈。然后再来呢，第5个就是节制小组。你们知道节制小组，我们刚刚的小组可能都是每个礼拜聚会1次，可是节制小组很特别，1个月只聚会1次。可是我告诉你，刚刚好，每一次聚会全员到齐，对不对，小组长？对，99.9%全员到齐，不用多，没什么扣人嘛，免去探访哦，印度自己来啊啦。就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小组也叫做一个一起吃饭的小组。
那大家会觉得啊，你这不好，弄在假崩。我告诉你，就5号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吃饭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只是填饱肚子，吃饭是一个关系的语言。阿们吗？我再说一次，吃饭是一个什么语言？关系的语言。如果你们家人没有一起吃饭，你要赶快想办法让大家一起吃饭，因为我们在餐桌上，在一个美食、一个很轻松的氛围里面，我们一起聊，一起谈谈彼此，一起谈谈大家的生活、大家的故事。我们在这个当中慢慢彼此建立友谊，建立信任。所以上经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个地方要呈现一个欢迎你来，你会想再来的地方。这是上经小组的一个很重要对不起，这是节制小，对不起，我一直讲上经节制小组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欢迎你来，然后呢，你会想再来的地方。跟大家分享节制小组一起吃饭的照片，家嘛是家，一直给加下去。哇，厉不厉害？可是我跟你说，就是人这么多，我们有没有去跟人家探访啊？好像没有我们好像没有对，你知道这个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其实就会减少很多探访的时间。我们华山区真的很少探访好，那我们来看每一个小组，其实我很深信，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组都是神特别的设计与他的恩典同在因为我们的小组有的是我们看我们的小组有的是以同年龄层连结，就像台一区有没有同年龄层为连结？那有的是因为什么职场的关系而相聚，那有的是来自于我们是同社区我们住得很靠近，所以我们变成是一个社区型的一个小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共同兴趣的小组。不管你是哪属性是哪一个小组，我们都深信透过这个共同点，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共同点在服侍当中发展无限的潜能。大家觉得阿们吗？每一个小组绝对不会是齐头式，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年龄，不一样的形态，它不可能是齐头踏步走，一定都不一样。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它的潜能那我要我们必须要花一点心思来在我们自己的小组里面，我们要找到共同点。这个10月初的时候，我跟丽珠长老我们一起到台北，然后去参加永龄基金会办的一个叫女力串联力量无限。女力串联就是妇女的力量串联起来，然后呢，力量就无限大永龄基金会办的。然后我们那一天我们就去那是在台北，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个会场。一到会场，这个会场超有这么大搞不好比这个还更大。然后呢，一到会场就哇，全部好多的特色摊位，不是摊贩，特色摊位，每一个摊位都是独立的，然后都是妇女设置出来的摊位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这样逛到有一个摊位叫做注脚双溪。双溪是什么？双溪就是一个地名。双溪在哪里？新北跟宜兰的交汇的地方。那双溪它就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然后这个内径就是有两条溪这样汇结的地方才叫双溪。那我问你们，双溪的特色是什么？你没给我骗。来，再说双溪的特色，你给我供出来，快点，看紧点，我老师的特性又出来了，2条溪。所以我就跟你说，严格讲起来，双溪没有特色，应该不能讲这样子，应该是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特色啦。可是我告诉你，人家注脚双溪的摊位，公家呢，你什么叫注脚双溪？就是你一定要来我们双溪，停留在我们的双溪，走一走，吃一吃，看一看，吃什么？吃卜啊。卜啊是什么？胡瓜。曾几何时，双溪的特产是卜啊。我们桃园没有卜啊吗？你们家没有种卜啊吗？为什么它变成是双溪的卜啊？哇，我们就在那边听那个双溪的这个摊位就开始讲，不是卜啊，是你一定要来我们双溪吃我们双溪的什么农
什么农家妇女的1级棒的厨艺，她把各种不袜用各种材料弄，一道一道的不袜料理就讲给我听，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好像坐在那藏寿司的那回转寿司的椅子上面，一道道不袜就在我的眼前这样子滑过去。哇，你这样子完了，你知道吗？你会觉得有一种感觉。被他讲的不袜料理是色香迷人，你知道垂涎欲滴。你此生没有去双溪吃他的不袜，你会怎样？我告诉你，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吃他的不袜，知道吗？不然会遗憾终生。你看注脚双溪把人家一个不袜讲成他们的双溪的特产。回到我们的小组，我们各小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你要用心。不管是区长、小组长、组员，你们要用心，我们要用心，花一点时间看我们的小组可以找到什么。人家双溪都可以找到不袜了，那你可以找什么？这就是我们要用心的地方。好，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华山区的5个小组哦。我们华山区5个小组感觉就是很独立的哦，就是刚我们讲混龄的那么厉害，然后又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我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虽然是独立的，每一个点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透过小组长要去做连结的角色。华山区的小组长很重要，他要去连结每一个小组，也就是说，他除了自己委身在自己要带领自己的小组之外，他还要去参加别的小组，他的横向的小组。所以一个小组里面大概有1至2个小组长会在那个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透过小组长的眼光，透过小组长的参与，透过小组长知道其他的小组，他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或多或少带到他的小组，让他的小组员知道，我不是只是赞美小组，我不是只是和平小组，我不是只是某某小组，我会知道我横向的关系。可能他不需要很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他要知道横向的关系，因为我们叫做什么兄弟姐妹，我们是有关系的华山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小组长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连结。那为什么连结这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这3个，从点到线的连结。点是小组，透过区小组长的连结进入到一个线，线的关系多么重要！大家跟我一起念。第一个重点是什么？第2个呢？第3个？看见、知道、陪伴是很重要的事情，它是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如果我们都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我旁边的，我们眼光只有这样子，没有这样子展开，那我觉得我们会很辛苦。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和平小组的小组长秀凤小组长在年初的时候，他就身体怎样亮红灯，我们就不断的为他祷告。可是秀凤小组长发生这样的身体健康的这样的状况，确实给确实给和平小组带到一个很低的一个低谷里面，因为秀凤小组长是和平小组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因为他是一个连结的重要的那个环扣。那个环扣怎样松了？哇！那接下面呢？这对和平小组跟对我来讲是打击之大的。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去接手，因为我们都很依赖秀凤小组长。结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那天哪！我们进入到一个低谷，我们进入到一个软弱，我们进到一个很无助的一个状况，怎么办？有点跟他和平小组有点要走到跟他嘻嘻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我们神是祝福的神，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是全能的神。当我们人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怎样？他的慈爱的手就为我们开了一扇窗，开了一扇门。我们的小组，我刚刚有说，我刚刚有没有跟大家讲，我们的和平小组有4个同工在轮流聚会，就在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组员、我们的同工说，他们愿意起来服侍每一次的小组，一条龙的服侍，4个人在轮流，这重不重要？让我觉得透过这样，我们的组员、我们的同工突然间肩膀变得怎样？很强壮，他们愿意来担担子，这是多美妙的事情！如果秀凤小组长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每一个人都马是一起来参加聚会而已，对不对？他们把担子提起来了。很重要是我们的淑珍姐妹，她愿意来做连结的环扣，连结环扣重不重要？
他很忙可是他愿意，一个愿意的心，神就必祝福。所以这个就是和平小组所产生的第一个魅力。第二个魅力是谁？我说彼此互相陪伴，彼此互相知道，彼此互相看见，就是赞美小组的熊代小组长。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参与在和平小组，他带着赞美小组的几位姐妹一起参与在和平小组的聚会里面。你们知道最大的服事是什么？就是参与。不是说我被安利做干了，就是我参与在里面，我一起陪伴，我一起鼓励，这个给和平小组带起很大很大的动力。我有一个同伴一起支持，所以我说我们的小组长做连线的这个动作重不重要？重要。华山区它绝对不是一个，每一个小组绝对不是单打独斗，它很重要的是一个携手同行的牧养。我再说一次，华山区的每一个小组不是单打独斗的小组，它是一个携手同行的一个牧养。阿们吗？是。好，再来，我们要看下一张。好，再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就是5个点，然后呢，把它串联起来成为一个面哈。好，再来，我们华山区连续办了2年的退休会，2024就去年跟今年。那我们为什么坚持要办退休会呢？其实这个的想法是从2023年的成人牧区办了唯一的一次的退休会，日月潭退休会，2天1夜的。那同工退休会总共有40个人参加。那次的退休会，我跟大家分享几张照片。好。再来，我们有请杨宗生牧师，大家还记得吗？每一个长老都被特别的服侍，真的很感动，很多人都流泪了。我们的长老，我们在日月潭的这个会所，好，我们这是外面。我们那天穿着这样的服装要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对，我们要去跟日月潭的街上的人，去陌生人跟他传福音，说耶稣爱你。我们要突破这个，我们愿意跟陌生人接触，而不是喜欢在同温层里面。好，我们那时候分了很多个小组。那因为我是那一次的那个退休会的主办单位，我是主办人，所以呢，参加的40个人很多人给我一个很正向的回馈，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很棒的体验。所以这么棒的经验跟这么棒的体验，怎么可以不延续下去呢？所以我就延续到华山区来，我们就做了2024年的埔里的一个这样子的退休会。我们这次的埔里退休会有30个人参与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很激烈的破冰，激动到不行，抢人抢到我觉得衣服快破掉。当然我们要吃喝，对不对？好，这个是去年我们在埔里的退休会哈，那2天1夜在一起。我觉得很棒，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今年我们到了淡水，淡水哈，那这个是34个人参加这次的退休会。看一下，我们搭船，好美，对不对？然后我们很谢谢富春长老，还有修会传道跟我们做很棒的分享。我们就在这个大厅就做这样，开始做连结。这是我们到户外去吃饭。这个我们去看了一场。好，为什么要做退休会？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的简单。你们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华山区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抽离日常的忙碌，专心与弟兄姐妹怎样在一起？专心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重点。不是只有在一起，要专心。那如何专心？你就是要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抽离你日常的忙碌，你才有办法专心。然后因为我们有长时间的在一起，我们会透过活动，透过设计，我们就可以享受什么？有爱，还有一个什么？有深度的相聚时光。这是退休会的很简单的目的，我们会要一直做下去。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刚刚有说我们华山区是一个什么小组？什么区？混龄的区，从6个月混到哪里去啊？混到80几岁，你知道5年就一个世代，搞不好3年就一个世代。我们这样有几个世代？节奏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思想不一样，眼光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可是我们混龄的混得很开心。
我们的为什么要办退休会的小小心愿，就是打破小组之间的隔阂，建立跨小组、跨年龄层的深度关系。然后，当小组连成一线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有力量、有方向的属灵家人。我要大家注意一个属灵家人。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叫做“一家人”。我们是迦南人，可一家人是什么概念？要长得一样对啊，要长得一样。我当然不是讲这个脸要长得一样，这脸会一样吗？不会，那么老。不是脸长得一样，是你的心要长得一样。那个心要口奏会要在一起，这个是很刻意的安排，这要很刻意的设计，这要很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如果我们叫做我们叫做一家人，但是我们是各做各的，我们这个不叫全家人，我们叫做同居人。我们只是住在同一个屋檐里面，但是全家人我们要想办法要把它凝聚在心口奏会。这个心口奏会之后，我们要走一条。大家有一条路在走，这是我们一直会继续做退休会，我们明年也会做哈，这是我们很看重的。那我刚刚讲到点，不是田处于说小组是一个点就是一个点哦，点不是这样的，小组是点，这个点是什么？每个小组员受到关心的什么？起点，这个点不是空的，而是每一个小组员他来到小组，这个小组就是关心他的这个起点。点是这个概念，面是什么？我们透过牧区，透过区，我们要横向的连接，成为一条线，而这条线是有什么？路径的。你若是知道路径的话，你就知道说这条线不是摊在那边哦，我们连起来手牵手很欢喜，不是这样，是牵起来之后，我们有一个路径，我们有一个动线，是一个方向要去的。所以当每一个区都变成一条线之后，我们又连结在一起，有一个路径要走，会变成一个面。这张面是什么概念？这张面就是每一条线都要与神的心意要对焦。神的心意对焦，然后我们要跟随什么？要跟随我们的牧师的意向，跟着牧师的意向来行。那意向是什么？就是牧师会有很多的事工要来推动，我们要全力以赴来完成这些事情。这个叫做面，我们一起在这个当中，在这个面里面，我们承载更大的使命跟发挥更深的影响力。这个叫做点线面的关系。面如果说我自己的区做成一个面，跟教会没关系，那也不对。因为我们的小组上面是一个区，区的上面是什么？是教会。我们是教会，我们要跟着牧师的意向来行，这是很重要的点线面的关系。好，那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年是60周年，对不对？我们扎扎实实的从年初一直怎样？忙到年尾，忙完了没有？牧师还没耶。今天礼拜3，这个礼拜还有什么？礼拜5、礼拜天，我跟你讲还没完，一定还有年底。好，但是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每一个人被操练到，我们也透过区，我们这样被操练，我觉得大家关系更紧密。一件事情就看你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来分享60周年华山区的侍奉轨迹，我跟大家也做一个报告。第一个，还记得4月20号复活节，我们做了什么事？春天农场干嘛？空拍耶！大家不要忘记，我们那时候有450，我们目标450个，那时候428、20几来参加。华山区几个人来参加？95个人呢，相当于一个小型教会了哈。好，再来8月份的父亲节破冰哦，我真的要跟牧师 complain 一下。8月3号父亲节，我们在前4天，我们才被通知说哦，你们要负责带破冰。这个破冰不是小组10个人的破冰，几个人的破冰大家还记得？一场礼拜，我们只有一场礼拜，30-40个，300-400个，然后有小的到老的，然后你就想破冰，一般破冰我们就起来跳吵就玩，不能又不能动，然后我们又不能，因为我们过来要聚会了，对不对？你能怎样动？所以我们就在想，很快我们想，我们要怎么样弄这个破冰？破冰完了，我们已经想好我们的方向，我要怎么做了。然后接着，我需要人啊，我们就在短短的1天内，我就说我需要15个人跟我一起同工。
1天内15个就出来，没有去怎么样，就是去报名，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很快1天内15个就出来，所以我们那天就有一个很棒的破冰的一个敬拜服事哈。再来8月的领袖高峰会，我们教会第一次办，你要自己付费，也不是交保证金而已，自己付费，然后参加2个礼拜6全天，华山区10个人参加，这是很不简单的哦。再来，我们的环岛旅游，环岛关怀探访这个旅游，4、6、9 3个梯次，华山区总共邀约朋友跟自己参加，总共有28个人参加。你知道28个人代表什么？代表1梯次1梯次几个人？我们就1梯次。但我不是骄傲，我要跟你讲，我等一下再回来。但是我是觉得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啊！我可以骄傲一下吗？不行吗？让我骄傲一下不行吗？春秋福音茶会、春天茶会、秋天茶会，我们都参与在教，我们都有带新朋友来参加。春天茶会，我们的新朋友其中里面有一个叫做黄小荣，今天也来了。小荣，你在哪里呀？哪里呀？哪里呀？举个手。OK， 黄小荣是我们新朋友的其中一个。那个时候他参加春天茶会的时候，他叫做受邀者，因为他在参加春天茶会之前就参加赞美小组，所以他是新朋友，我们当然就把他带到茶会来嘛，对不对？所以把他带过来啊，他也很感动。小荣就是一个很容易感动、很棒的人。然后呢，你知道到秋天茶会他变成什么人？讲见证的耶。他怎么样遇见耶稣？他就在那天讲见证，只有几个人？2个，他是其中一个。他变成讲见证的人，短短半年里面，他的生命跳跃成这个样子。那现在10月，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参与在教会招待的团队里面，他也是赞美小组的服事的同工的其中一员。一个生命的成长，透过小组，透过教会的事工，这样。2个一起这样搭配起来，透过教会的意向来跑，你看一个甜美的果实就这样的这么有价值的被长大，有多少人陪伴，有多少人照顾，有多少人看顾鼓励他。所以我们的果实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是绝对是教会大家一起的。这就是我们的茶会在我们华山区哈。再来，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礼拜天还有一个什么感恩礼拜，那礼拜5是什么？音乐会，华山区动员到现在已经有40个人参加，会来参加音乐会。然后再来11月的感恩礼拜，到今天为止，我们不止110，我们有124个人参加，这是华山区。再来一个，今年教会的受洗的目标是几位？60位。华山区小儿洗礼有8位，信仰告白有9位。转入会籍有3位，总共几位？20位。我要讲这个是华山区在今年侍奉的轨迹，那要跟大家报告，这绝对不是1个人、2个人可以做的。我觉得华山区有做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很清楚的布达教会给我们的一个路径。当教会给我们一个路径之后，我们就很清楚的布达，让每一个小组长都知道。他知道现在在干嘛，过来要干嘛，下一个干嘛，我们盯得很紧。然后小组长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动员。他就开始不断的动员，包括今天的祷告会也是不断的动员出来。这个就是要配合教会的事工，要这样子走，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华山就要做，而是要配合牧师的意向，教会预备的这样的事工，我们要全力以赴，跟着走，跟着跑。所以我们的小组长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的关系，跟区的关系，跟牧区长的关系是很粘着的，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哈。所以我要真的非常谢谢华山区的小组长们，你们辛苦了，一直到今天你们仍然很辛苦的在动员祷告会的人，多不多人参加？给我们一个拍手好不好？真的很认真的动员。那这是我们受洗的，有一个那个小朋友，那个很多哈，真的是受洗的状况。好，那我要说，最后我要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哈，
每一个小组它的形态都不一样哈，有的擅长关怀探访，那有的有很强烈的福音行动力，那也有的区是在敬拜中发光，也有的很善于倾听陪伴。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每一个小组都有它的特色，就像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有它独特的，都有它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小组，我们要在那个独特性上面要发挥发光。那这些每一个小组的独特性，其实就是教会很重要的资源。透过这个独特性，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发光发热，来承载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命哦。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就是用这个话来跟大家做总结，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点线面不是架构，点线面是一个行动。再说一次，点线面如果落到变成是一个架构，那我们就又走在那个框架里面，变动弹不得。点线面是一个行动力，是一个粘着的行动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教会，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主啊，我们将教会的牧养事工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以圣灵的能力充满每一位牧区的领袖同工，使他们有属灵属天的智慧与爱心，按着真理喂养主的羊群。天父，也求你兴起教会更多的牧养心肠的弟兄姐妹们，一同与牧师同心同工，来分担牧养的重任，彼此守望，彼此带导，使教会爱有真理的属灵家园。孩子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又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唱回应诗，我们唱的华语哦，我们都起立好，唱来。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当我在进到地上，安歇在溪水旁。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必有恩惠慈爱一生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从头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当我在青草地上，安歇在溪水旁。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若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必有恩惠慈爱一生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
谢主。我们再次拍掌来感谢华山区他们所带来的见证分享。我们请坐，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恭祷。我们要首先为我们的世界、国家和社会来祷告。我们持续为着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地区受到毒品的影响在我们的台湾，甚至在我们所居住的桃园，多多少少还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受到这些的毒害但是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最近美国总统刻意的来打击这些毒贩甚至派出航空母舰要去这个缉毒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巴西的警察昨天在巴西有大规模的这个缉毒扫荡的行动。我们也求主来掌权能够停止各类毒品却对全世界人类的危害，使人不再受到毒品的辖制，能够从这当中能够得自由、得释放恢复神所造的形象。第二，我们要为在台湾在上礼拜传出有这个非洲猪瘟在中台湾引起民生还有民心的恐慌那我们也求主能够使中央地方都能够有好的合作，紧密的合作，做好防疫的措施，也能够保障我们在台湾的人民都能够享用到健康无虞的饮食。第三，我们要为今天台湾的股市又再创新高来感恩。那受到 AI 人工智慧还有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些的激励但我们也求主保守台湾的人民能够一步一脚印也能够居安思危，在丰年当中能够有防灾避险的属天的智慧。我们一起同心来同声来为这3件事情为世界的弃毒的行动，还有为台湾的遭受的猪瘟的打击，还有为着我们在经济成长起飞的当中，我们能够有合神心意的计划。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掌权在万国之上。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此，我们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为了这世界，为了我们所居住的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主啊，你看见求主眷顾这世界的动荡。主啊，你看到全世界上战争仍然不断，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天然跟人为的灾害也不断。主啊，你也看到美国航母在拉丁美洲对于打击缉毒的行动的攻击的这个行动，以及巴西大力的来扫荡这些毒枭所在贫民窟等等这些不讨神所喜悦的这些事情。主，求你亲自来掌权，让这些各类的毒害停止，这些各类的毒害来危害到全世界的人民。主啊，我们相信你坐着为王，你的国度永不动摇。主啊，求你兴起列国所有主你的教会，来为着这世界，为了所有的列国祷告，为了世界来守望。主，让你的真理、你的光照耀在全世界上每一个至微小的那黑暗的角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转向你，来得到真正的这个平安。主啊，求你来保守台湾这块土地。主啊，这个非洲猪瘟影响到中台湾，也影响到人民的饮食。主，求你来保守，让中央跟地方有更好的连结，来控制这个疫情，让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饮食都能够得到保障。主啊，求你也能够来保守台湾受到这个人工智慧以及关税、美国关税的这些激励，让台湾的股市也不断的创新高。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一步一脚印，能够居安思危，能够在丰盛有余，能够来懂得警醒。主啊，
台湾正面临的政治对立、社会的撕裂、国际外在的情势以及两岸的这些不稳定，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忧郁。主啊，求你来保守、保护台湾这块土地，也让所有执政掌权的人能够懂得敬畏你，能够按着主你的公义，按主你所赐的公义怜悯，能够来治理这个国家。主啊，让台湾能够在两岸以及国际之间成为爱跟和平的这个桥梁。亲爱的主耶稣，主你的旨意行在台湾，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降临，求主兴起更多公义和平的子民，来为国家、为世界来祷告。主啊，让所有的人，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主啊，谢谢你，我们在主面前再一次谦卑，再一次的向主献上满心的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好，请跟你旁边的说，台湾是上帝赐福的国家。今天是重阳节，我们要为我们的长辈们来祷告，为我们在这99重阳当中，我们为长辈都能够有健壮的身心灵。我们为教会祷告，嘉南教会再过2天就要来欢庆60岁的生日啊！那一甲子的岁月，感谢上帝有数不尽的恩典，愿一切荣耀归给谁？功劳归给，喜乐留给。好，让我们能够把一切荣耀都能够来最好都献给神。第二，我们也为迦南教会接下来下一个10年来代祷，求主赏赐我们能够有共同的目标，有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主的充满喜乐，好让迦南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好，那第三，我们也为今天的华山区好的见证分享，还有他们的这个很努力的服事来感恩来代祷。好，那我们也请华山区的区长和小组长站起来好吗？也请区长、小组长来到台前我们要等一下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好，来站在前面。好，嘉硕是副区长，好。那我们要为华山区的区长面向大家，好，为区长还有小组长，每一位组员，求上帝能够祝福他们日日更新心意，能够尽心尽力，来活出荣神益人的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一起为我们的迦南教会60周年，还有迦南教会未来的10年，以及为了今天分享的华山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迦南巴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迦南教会庆祝60周年的时刻，也看见上帝你有数不尽的恩典愿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功劳归给众人，也把喜乐留给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我们也为迦南教会下一个10年来代祷，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爱心，有相同的情感，能够有领受从神来的意向，能够让主的喜乐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也为今天见证分享的华山区，无论是牧区长老、是区长、是小组长们特别为秀凤组长来祷告，让每位组长同工都能有健壮的身心灵，能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来荣耀神的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迦南教会走过一甲子，感谢你的恩典数算不完。主啊，感谢你能够让我们不断的从小到大，真的能够来忠心来服侍主。主，求你继续让我们把上一代的所有的美好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使我们再有延续下一个10年。主，求你让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情感，充满着主你的恩典，以及主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主，让我们走你的道路。也为华山区
在这一年真的是忠心摆上，在各样的事上能够聚会当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肯定，并且每一个小组长、每个小组员，他们真的日日更新，每一次的聚会能够成为彼此大家的力量跟光芒。主，求你继续祝福华山区，能够真的尽力活出容神益人，更加的美好见证主你的美好。主，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好，请我们坐，我们拍手，谢谢这些辛苦的服侍同工。那最后也要为我们教会的肢体来代祷，包括我们如果在现场身体有欠安，我们也可以提出来代祷。为永成小组的黄桂梅姐那因为发现有这个恶性卵巢恶性肿瘤正在进行化疗当中，求主也与桂梅姐同在，让她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兼顾，也能够让后续的治疗都能够非常的顺利有果效。第二，我们为着喜乐小组的香月姐妹，因为肺积水在长庚医院来治疗当中，也求主来看顾香月姐好，那礼拜天我们美英组长也有去探访也求主保守香月姐好，她除去她身体上的疼痛不适，也能够赐下平安与力量，早日康复。第三，我们为喜乐小组的美秀组长的二女儿燕雨来祷告。好，那她是乳癌2期那在今天的报告当中，有决定要做化疗和放疗。好，那也求主保守，好让这个燕雨她身上这些的癌细胞，好都能够完全的被消除，好也能够完全的得到主的医治，好能够完全的痊愈，好恢复健康。第四，我们要为火炬小组的周世勋长老跟秀清长老娘来代祷。好，那秀清长老娘就是秀清姐在照顾世勋长老，还有她的长期的工作，好造成她的右手肩的韧带断掉，骨膜破掉。好，那也安装了支架，好在恢复当中。那昨天有去探访周世勋长老，也在进步当中，好也求主继续能够带领帮助。第五是为结余执事的外婆运心姐好，她在昨天完成这个手术，切除肿瘤，好那也求主保守运心姐，好她在手术后的复原，好能够平安顺利，好是这个吴雅文姐妹的妈妈，好愿上帝来看顾保守。我们一起不晓得我们在场当中有没有现场要代祷的弟兄姐妹身体欠安的有没有？好，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提出来。好，我们一起为这几位肢体好为桂梅姐、为香月姐妹，还有燕雨，还有为着世勋长老和秀清夫妇，还有为着运心姐妹，以及我们所知道在我们的小组或是家中身体欠安的肢体们，好，或是我们在我们今天是重阳节，也为这些长辈们，为他们身心灵健壮，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这个时刻特别为着对于这伊中医来这个化疗甲医疗对咱宇宙的天地虽然都属于新时代都哪里有工作，有相月姐长庚医院的医疗，让我们上的医生今后这些好客来让他自己处理，让这个完全的平安，来为了这个姐妹来移动，这个上帝来化过医。可以让你这些手术了他这些疗化疗的会议，让我助力来交通，来做辛苦的加收我的恶性肿瘤将癌的细胞来化除，可以让为好健康，兄弟的一概都在，让为了周世勋长老和秀清姐夫妇来引导，让兄弟的一个会来。都是因生活稳当，也让这个主你的一串照顾，让你的冰心姐妹，让感谢主和伊的委托，让事主也多收伊的恢复，让这个医疗的问题，让上帝的看顾，让多收到天堂，让这个最应节。现在我们感谢恳求祈祷，都是靠耶稣基督信尊名，阿门。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晚上的祷告会，在这里同心合意，为着世界社会国家，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肢体，为着我们的长辈来祈求。愿上帝垂听我们在这里所献的祷告，也愿上帝你继续祝福迦南教会在欢庆60周年的时候，也能够感谢过去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同工，也为着接下来的
60年，也求上帝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活出荣神益人，能够来传扬福音的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我们一同起立。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我们拍掌，把一切荣耀来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大声的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今天的聚会结束以前，邀请我们大家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到这边，好，我们要离开以前，我们彼此祝福，彼此请安。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